結婚3週年，老公訂咗條300蚊嘅減價連身裙俾我，話要帶我去一個好地方。我喺門口聽到佢打電話，叫埋幾個兄弟。我嗰個鄉下老婆連刀叉都唔識拎，你哋等住睇笑話啦。我笑住換上咗嗰條裙。佢唔知道嗰間法國餐廳嘅經理係我由巴黎帶翻嚟嘅人，亦都唔知道餐牌上面嗰啲名。我喺藍帶嗰陣早就已經整過千百次。結婚3週年呢日，黃浩話要俾我一個驚喜。佢企喺衣帽間門口，手入邊拎住一條深藍色連身裙，塊面掛住嗰種我好熟悉嘅笑容，嘴角向上揚，眼神就望住下面，好似施捨緊俾我咁。換上佢，今晚帶你去一個好地方。佢將條裙掟到床上，唔好再啜你嗰啲淘寶平貨啦。我拎起條裙睇咗睇個標籤，仲係商場嘅減價款，300幾蚊。佢應該係臨時喺樓下商場買翻嚟，連包裝都懶得重新整過。多謝老公。我笑住點咗點頭，語氣溫順到好似一隻貓咁。黃浩滿意啖拍咗拍我膊頭，轉身出去打電話。道門冇還實，佢把聲斷斷續續啖飄咗入嚟。係啊，今晚7點8月嗰間法國餐廳，叫埋周明佢哋幾個。我同你講有好戲睇，睇下我嗰個鄉下老婆，連食西餐嘅刀叉都唔識拎，你哋等住睇笑話啦。我企喺門後，手指輕輕掃過條裙嘅布料，嘴角嘅弧度一啲都冇變。結婚3年，我實在太了解黃浩。佢娶我唔係因為我係法國藍帶畢業嘅餐飲集團高層，而係因為3年前佢需要一個容易控制嘅老婆去應付不停催婚嘅父母。我鄉下出身，性格溫柔，唔中意同人爭嘅脾性，喺佢眼中全部都係容易控制嘅代名詞。佢以為自己娶咗個灰姑娘，佢唔知道灰姑娘對水晶鞋係自己買翻嚟嘅。我拎起手機俾助理小楊發咗條信息，今晚8月，皮埃爾喺唔喺度？小楊即刻覆我喺度啊姐，佢上個星期啱啱調咗過嚟做餐廳經理，要安排啲咩？我望咗望黃浩嗰條300蚊嘅裙，諗咗諗，打咗2個字唔使，之後又補多一句，等佢見到我嗰陣扮唔識我。小楊覆咗個問號，不過冇再多問。跟咗我3年，佢知道我嘅習慣。我講唔使嗰陣，就代表我已經諗好晒。夜晚6點半，我換上咗嗰條裙，深藍色，收腰設計，長度去到膝頭，布料普通，不過剪裁都算唔錯。我將頭髮盤起，露出條頸，化咗個淡妝，鏡入面嘅女人睇落溫婉得體，既唔似貴婦，亦都唔似村姑。黃浩推門入嚟，哀咗一哀，都得喎，換套衫，成個人真係唔同晒。佢由頭到腳打量住我，語氣入邊帶住一種高高在上嘅讚賞，好似主人讚指寵物今日表現得唔錯咁。跟住佢皺咗皺眉，不過個妝太淡啦，睇落有啲寒酸。我冇反駁，只係點咗點頭，跟住佢一齊出門。喺架車入面，佢一路都同周明發語音。周明係佢由細玩到大嘅朋友，亦都係佢嗰班兄弟幫入邊嘅核心人物，係一個做建材生意嘅肥佬，口水多又中意擦鞋。浩哥，阿嫂今日着咩衫啊？咪就係嗰條普通裙咯。黃浩望咗我一眼，壓低把聲，我同你講，今晚你哋醒目啲配合，陣間叫嘢食嗰陣，你哋就一齊起來，叫佢負責點菜，睇下佢點樣出醜。哈哈哈，阿嫂應該唔識法文啊，佢連英文都唔識，普通話講到仲帶住鄉下口音，2個人笑埋一團。我挨住車窗，望住出面啲霓虹燈，一盞一盞向後退，
手指喺膝頭上面輕輕敲住節拍。巴黎嘅街道，藍帶廚房入面嗰陣，牛油香，皮埃爾嗰張最中意搞事嘅法國人面孔，好似走馬燈膽，逐幕喺我腦海入面閃過。3年前，我選擇返國，選擇嫁俾王浩，係因為家族嘅安排，亦都因為我需要一個正常已婚女性嘅社會身份嚟掩飾我喺集團內部嘅真正位置。王浩屋企喺當地有啲根基，不高不低，啱啱好。我以為自己忍得到，3年啦，我一直都忍得好好。但係今日唔同，今日係佢主動遞咗一把刀俾我。法國餐廳喺35樓，升降機門一打開，就睇到成幅落地玻璃窗外面嘅城市夜景，燈光璀璨，好似灑咗成地碎鑽咁。王浩行喺前面，步伐好大，好似想要我小跑步跟住佢。我不徐不疾咁跟喺後面，同佢保持一步距離。餐廳入面，周明已經到咗，旁邊仲坐住3個人，劉海、大鵬同埋另一個我叫唔出名嘅人，個個都西裝骨骨，眼神入邊都帶住一種等睇好戲嘅興奮。阿嫂嚟啦！周明第一個企起身，笑到成面皺紋。阿嫂今日真係靚啊！浩哥好眼光。咩好眼光啊？係人哋本身條件好。劉海接住講，之後同王浩交換咗一個心照不宣嘅眼神。我微笑住點頭。你哋好，等咗好耐啊！冇耐。周明擺擺手，阿嫂坐啦。今日就等你嗌餸噶啦，我哋都唔識法國菜，全靠阿嫂啦。呢番說話講得客氣，但嗰個靠字咬得特別重，好似喺度講睇你點算。我慢慢坐低，拎起台上面嘅餐牌，成份都係法文，冇任何中文翻譯。呢間係王浩一早揀好嘅餐廳，佢知道呢間餐廳嘅餐牌冇中文。佢知道正常餐廳會先將餐牌俾女士，但佢扮唔知，佢就係想睇我將餐牌揭嚟揭去，睇我叫唔出啲菜名，睇我慌張、尷尬、失禮。周明佢哋已經開始互相打眼色，阿嫂睇唔睇得明啊？劉海忍唔住開口，語氣入面帶住笑，不如我哋叫侍應過嚟翻譯。唔使，我抬起頭，把聲唔大，啱啱好夠佢哋聽到。之後我揭開餐牌第一頁，用標準嘅巴黎口音法文開口：一份香煎鵝肝做頭盤，主菜要烤布雷斯雞配羊肚菌醬汁，成張台即刻靜晒。周明個笑容僵喺面上，博大個口冇合翻埋。劉海只係差跌咗落隻碟度。叮一聲，王浩拎住紅酒杯，隻手停喺半空，好似俾人撳咗暫停掣咁。我冇抬頭，繼續揭餐牌。甜品要倒扣蘋果撻，鵝肝配2015年嘅蘇袋甜白酒，主菜配一支勃艮第酒。我拎埋餐牌，微笑住望向所有人，嗌好啦，你哋呢？冇人出聲。所有人都望住我，好似望緊一個怪物咁。就喺呢個時候，一個着住黑色西裝嘅男人由餐廳深處急步行咗出嚟。法國人，50幾歲，銀灰色頭髮梳到一絲不苟，面上帶住一種我熟悉到極、好戲之人準備出場嘅表情。皮埃爾，佢行到台前。所有人都以為佢係過嚟招呼我哋。周明鬆咗一口氣，趕緊招手示應。呢邊皮埃爾冇理佢，佢筆直咁行到我面前，彎低身，用中文逐隻字講：呢位女士，我一定要講，你嘅法文發音係我喺中國見過最標準嘅。請問你係咪曾經喺法國生活過？台上面靜咗大概3秒。呢3秒入邊，我聽到隔籬台酒杯碰撞嘅聲，聽到餐廳角落嘅琴師彈緊月光，
亦都聽到周明喉嚨吞口水嘅聲。之後所有人同一時間開口：阿嫂，你識法文㗎？周明把聲最大，帶住一種好似俾人呃咗嘅震驚。唔係啊嘛，阿嫂，你幾時學㗎？劉海對眼駁到好似銅鈴咁大，頭先嗰段講到同電視入邊一樣。得黃浩冇出聲，佢隻手仲舉住紅酒杯，手指捉實杯腳，指節白晒。佢盯住我，嘴唇喐咗喐，最後只係擊出一個字：你。我以前喺外家嗰陣學過少少。我笑咗笑，語氣輕描淡寫到，好似講緊今日天氣幾好咁。鄉下間長者大學有法文班，得閒冇嘢做就去聽咗幾日。呢句說話係我特登講嘅。長者大學鄉下聽咗幾日，每一個詞都係喺黃浩傷口上面撒鹽，但我用糖霜包裝住。我實在太了解佢。佢而家最需要嘅係一個合理解釋，去安撫自己嗰套世界觀。一個鄉下女人冇可能真係識法文，佢只不過咁啱識讀幾句餐牌啫。果然，周明個表情放鬆咗。長者大學都有法文班嘅，而家鄉下咁新潮嘅。佢乾笑咗兩聲，望向黃浩，好似想得到佢認同。黃浩放低酒杯，面上嘅顏色由青慢慢變反紅，但嗰種紅唔係正常血色，係谷住啖氣死撐出嚟嘅面紅。佢就係中意學埋呢啲冇用嘅嘢。佢終於開口，把聲繃得好緊。喺屋企日日睇埋啲乜嘢美食紀錄片，學咗一大堆亂七八糟嘅嘢，咁都幾犀利啊嘛。劉海接住講，但語氣已經唔似頭先咁帶住嘲笑，反而更加似係試探。我拎起水杯抿咗一啖，冇接話。皮埃爾仲企喺旁邊，保持住標準嘅侍應姿勢，但對眼一直望住我。我知道佢忍得好辛苦。呢個法國人天生就好氣，最中意喺公眾場合搞事。要佢扮唔識我，直頭係一種折磨。呢位女士，你嗌嘅酒需要預先醒酒，我幫你揀一支已經醒好嘅2015年蘇代，可以嗎？佢嘅語氣恭敬到有啲誇張。好，唔該。我用中文回答。皮埃爾微微躬身，轉身行咗。行出3步嗰陣，我留意到佢膊頭震咗一下，佢喺度偷笑。我低低頭扮睇餐牌，收埋自己嘴角，我沒笑意。啲菜仲未上，台上面嘅氣氛已經變咗。頭先嗰種等住睇佢出醜嘅默契俾打破咗。佢班兄弟幾個開始偷偷打量我，眼神入邊多咗一樣嘢，唔係尊重，係唔肯定。佢哋已經唔肯定我究竟係邊個。黃浩顯然亦都感覺到呢種變化，佢清咗清喉嚨，開始揾翻面。你哋唔知啫，佢喺屋企就係咁，學乜都係3分鐘熱度。舊年學焗嘢，整咗1個月蛋糕，之後厭咗就唔整啦。前年學插花，買咗成大堆花樽，而家全部擺喺儲物房封塵。佢講呢啲說話嗰陣，望住我，嘴角掛住嗰種我了解佢嘅笑容，好似喺度講：你哋唔好俾佢嚇親，佢始終都係嗰個冇定性嘅鄉下女人。周明配合咁笑咗2聲，但笑聲乾錚錚，好似條未擰乾嘅抹布。阿嫂，咁你法文學咗幾耐啊？大鵬突然問。佢係班兄弟入面最少說話嗰個。平時只係跟住食食飲飲，但呢種人往往最敏感。斷斷續續學咗2-3年啦，2-3年。大鵬重複咗一次，望咗黃浩一眼，咁都算幾耐啦。黃浩塊面又沉咗幾分。佢最頂唔順嘅就係自己班兄弟唔企喺佢嗰邊。喺佢嘅人際關係邏輯入邊，兄弟係用嚟撐場嘅，唔係用嚟拆台嘅。來咩來？學咗3年都只係識得點菜。黃浩嗤笑一聲，叫佢寫，我先唔信。
我拎起水杯又飲咗一啖，冇反駁，咁樣反而令王浩更加唔舒服。佢寧願我同佢鬧交，咁佢就可以用你識啲咩嚟壓住我，但我偏偏唔敢做。沉默係一種武器，而且係我用得最好嗰種。頭盤送咗上嚟，香煎鵝肝配無花果醬，擺盤精緻到好似一幅畫。我喺藍帶上嘅第一堂課就係學點樣煎鵝肝，溫度要控制喺幾多度，反面只可以用咩，唔可以用咩，煎好之後要靜置幾耐。呢啲細節早就刻咗入我骨入邊，根本唔使諗，但我冇表現出嚟。我拎起刀叉，用標準嘅姿勢切咗一小件，放入口慢慢咀嚼，好唔好食？王浩望住我，眼神入邊有種近乎變態嘅期待。佢想睇到我露出嗰種鄉下人第一次食鵝肝嘅表情，想睇我駁大對眼，想睇我唔識用刀叉，想睇我將啲醬汁整到件衫上邊，好食。我點咗點頭，表情平淡到好似食緊一碗白飯咁。王浩嘅期待落空，塊面嘅表情僵咗一瞬，就係咁。你唔覺得呢個鵝肝好嫩咩？入口即化嗰種，係幾嫩嘅。我又切咗一件，語氣依然平淡。我講嘅唔係假話。呢個鵝肝的確煎得唔錯，火候掌握得幾準。不過我食過更好嘅，皮埃爾喺巴黎嗰間餐廳整嘅，配埋佢自己鵝嘅魚酒醬汁，嗰種先真正叫入口即化。呢啲說話冇必要講。周明喺旁邊觀察咗半日，終於忍唔住：阿嫂，你以前係咪食過法國菜啊？把聲比頭先細咗好多。食過幾次？喺邊度食㗎？鄉下有啲西餐廳，我講嘅一樣係真話。只不過我口中嘅鄉下係法國普羅旺斯嘅鄉郊，嗰啲收埋喺小巷入邊嘅米芝蓮餐廳，每一間都係我親自去傾食材供應合約。王浩嘴角抽搐咗一下，佢顯然已經唔記得3年前我哋相睇嗰陣，佢問我平時中意做啲咩，我話中意研究食嘢。佢當時笑住話：咁你以後有口福啦，我成日都去高級餐廳。嗰句說話翻譯過嚟就係：我帶你去見識客世面。而家呢句說話正一啲一啲反咬翻佢。陳靜就喺呢個時候出現，佢着住一條鮮紅色貼身裙，踩住10厘米高踭鞋，好似一團火咁由餐廳門口飄咗入嚟。身後跟住2個同樣打扮得好精緻嘅女人，一路講一路笑，把聲大到半間餐廳都聽得到。王浩嘅表情變咗，唔係尷尬，而係一種奇怪嘅興奮。我實在太熟悉嗰種表情，嗰係佢喺外人面前展示我有老婆嘅姿態，好似一個細路仔炫耀自己件玩具咁。陳靜係佢前女友，亦都係佢兄弟幫入邊另一個成員李明嘅現任女朋友。王浩咁啱嘅，佢把聲尖到好似可以劃穿玻璃帶老婆嚟食飯啊！跟住佢望向我，由頭到腳打量咗一輪，目光喺我嗰條300蚊嘅裙上面停咗2秒。呢位就係你老婆呀？佢側住個頭，笑得好假。你好啊，我係陳靜，王浩嘅老朋友。佢特登將老朋友3個字咬得特別重。我企起身，微笑住伸出手。你好，林溪。陳靜同我握咗握手，即刻就鬆開，轉頭對王浩講：你哋食成點啊？今日餐廳有特別餐牌，我同你講，嗰個龍蝦湯真係正到不得了。佢講講下，突然停咗落嚟，因為皮埃爾拎住我支酒行咗過嚟。佢行到台前，將酒樽展示俾我睇。女士，呢支係你點嘅2015年蘇代迪金酒莊。麻煩你確認一下，所有人嘅目光都集中喺嗰支酒上面。
陳靜對眼即刻亮晒，天啊！你哋點咗迪金酒莊嘅酒？佢掩住個嘴，把聲提高咗8度。呢支酒要萬幾蚊㗎喎。黃浩塊面又一次變到青晒，因為佢頭先扮晒識酒，點咗支2000蚊嘅普通紅酒，仲同班兄弟吹噓話支酒性價比高。而家佢個鄉下老婆點嘅酒竟然貴過佢5倍。陳靜望住我，眼神開始變得複雜。呢支酒係你點㗎？配鵝肝比較適合。我拎起酒杯，輕輕搖咗幾下，聞咗一聞，年份唔錯，可以飲啦。跟住我輕輕抿咗一啖，動作自然到好似呼吸咁。周明坐喺我對面，將成件事全部睇入眼。佢個嘴駁開又合埋，合埋又再駁開，最後呢轉頭望住黃浩，嗰個眼神入邊已經冇晒期待，剩翻嘅係恐懼。因為佢開始意識到今晚嘅笑話可能唔係我哋睇阿嫂出醜，而係阿嫂睇我哋出醜。陳靜冇走，照道理佢同黃浩只係老朋友，打完招呼就應該翻自己張台，但係偏偏唔走。佢拉咗張凳，一屁股坐咗喺周明旁邊。我冇阻住你哋啊嘛，我坐一陣啫。我嗰邊啲朋友仲揀緊酒，黃浩冇拒絕，佢甚至向入邊攞咗攞，俾多啲位陳靜。我喺對面望住呢一幕，手指喺台布下面輕輕點咗2下。林溪係咪個名真係幾好聽？陳靜拎起酒杯同我碰咗一下，一啖飲咗半杯，跟住用一種我同你好熟嘅語氣問：你喺邊度返工啊？喺屋企家庭主婦呀？佢語調微微提高，咁都幾好啊。黃浩養你噶，你哋結婚幾耐啦？3年，3年都仲未生小朋友啊。佢側住個頭，語氣入邊帶住一種刻意嘅關心。我同你講，女人過咗30歲，生小朋友就會難啲噶啦。你幾多歲啊？32。哎呀，咁真係要快啲啦！陳靜拍咗拍我手背，好似安慰緊一個病人咁。陳靜，黃浩突然打斷佢：你飲多咗啦！佢語氣有啲唔對路，唔係嬲，而係一種驚我俾人挖出啲咩嘅緊張。陳靜呆咗一下，跟住笑住講：好好好，我唔講啦。黃浩識得護老婆啦，佢把口話唔講，但對眼就一直喺黃浩同我之間來回打轉。呢個女人好聰明，佢已經感覺到有啲唔對路。一個家庭主婦冇可能識法文，冇可能知道點樣揀酒，更加冇可能面對住一班人圍攻，仲可以咁從容。但係佢仲未諗得明究竟邊度唔對路。我低低頭繼續切鵝肝。手機震咗一下，係小楊姐。皮埃爾頭先發信息俾我，話佢忍到就嚟頂唔順，問你幾時先可以同你相認。姐，你嗰邊究竟咩情況啊？使唔使我安排啲咩？要唔要調閉路電視？使唔使叫傳媒？小楊控制狂嗰種毛病又發作啦。佢係嗰種要將所有事情都安排得清清楚楚嘅人，最頂唔順嘅就係失控。但佢唔知道，今晚嘅失控就係我嘅武器。我打咗幾個字：唔使，唔好話俾任何人知。發完，我將手機反轉擺喺台面，熒幕向下。呢個動作俾周明睇到，佢嘅眼神跟住我部手機轉咗一圈，之後迅速移開，拎起酒杯猛灌咗一啖。佢開始驚啦。一個心虛嘅人最驚嘅就係對手掌握住佢唔知道嘅消息。主菜送上嚟啦，烤布雷斯雞配羊肚菌醬汁。黃浩終於揾到機會晒命。布雷斯雞係法國最好嘅雞，國內只有少數幾間餐廳入到貨。佢講呢番說話嗰陣，望住周明，好似想得到認同。周明點頭點到，好似藏米咁。
係，我頭先睇餐牌嗰陣已經留意到呢隻雞唔平。我冇出聲，切咗一塊放入口，肉質嫩滑，雞皮香脆，醬汁調得亦都唔錯。但我留意到一個小問題，醬汁稍微鹹咗少少，可能係收汁嗰陣火太猛。呢種細節只有真正識行嘅人先會留意到，而黃浩顯然唔係。佢大啖食住雞肉，口齒不清咁同周明傾緊乜嘢新項目。陳靜喺旁邊搭嘴，三個人傾得好熱鬧，好似呢餐飯嘅主角變咗佢哋三個，而我就成咗一件多餘嘅擺設。呢個正正就係黃浩想要嘅。佢帶我嚟唔係為咗同我食飯，係為咗俾佢班兄弟同前女友睇我笑話。而家笑話睇唔成，佢只可以用無視嚟懲罰我。可惜我唔在乎，我更加在乎嘅係手機入邊小楊傳嚟嗰條信息：家姐，我頭先查過，黃浩今晚請客嘅預算上限係2萬，你哋而家已經嗌咗1支12000嘅酒啦，2萬。黃浩請客一向都計到好盡，但今晚呢餐係佢主動組嘅局，按規矩佢要埋單。佢買俾我嗰條300蚊嘅裙都要減價款，而家呢餐飯竟然要使2萬，而且個零仲係佢自己挖嘅。陳靜唔知幾時坐咗去黃浩旁邊，兩個人貼得好近，膊頭幾乎黐埋一齊。陳靜隻手搭喺黃浩張凳背度，講嘢嗰陣湊到佢耳邊，睇落親密到好似一對情侶咁。周明望咗一眼，又即刻移開目光。劉海扮緊睇手機，大鵬盯住自己隻碟，佢哋全部都睇到，但冇一個敢出聲。林溪，你唔介意啊？陳靜突然擰轉頭望我，笑到一面無辜。我同黃浩係老朋友，慣咗用呢種方式相處。你要係唔舒服，我即刻走。呢個係典型嘅講法，表面上係問我意見，實際上係設個局俾我踩。我如果話介意，就顯得我小氣；我如果話唔介意，佢就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咁黐住黃浩。我放低刀叉，望住佢笑咗笑，唔介意，你哋繼續。陳靜愣咗一下，佢顯然估唔到我會咁樣答。喺佢嘅劇本入面，我應該唔係嬲，就係委屈，又或者扮大方，但眼神出埋晒一切，但我乜都冇，平靜到好似一面鏡。呢個令佢慌咗，因為一面毫無波瀾嘅鏡照出嚟嘅係佢自己嘅醜態。黃浩亦都慌咗，佢清咗清喉嚨，向旁邊挪咗挪，同陳靜拉開距離。嗰個陳靜，你朋友嗰邊好似叫緊你。陳靜面色變咗一下，之後企起身笑住講咗句：咁我行開先啦，踩住高踭鞋，咚咚咚咁行咗。佢一走，台上面嘅氣氛更加壓抑，因為所有人都睇到頭先嗰一幕，所有人都知道嗰樣代表啲乜，但所有人都扮到好似乜都冇發生過。周明第一個打破沉默：阿嫂，你同浩哥點識㗎？語氣比頭先恭敬咗好多。相睇好啊，穩陣。周明干笑住：咁你哋結婚之前，你喺邊度返工㗎？呢個係一條好問題，一條令我一定要作出選擇嘅問題。我拎起酒杯，輕輕搖咗搖杯入面金色嘅酒液。我喺屋企幫屋企人打理一啲小生意。咩生意啊？食品好啊，民生行業穩陣。周明點頭，但眼神入邊嘅疑惑更加深。黃浩喺旁邊冷哼一聲，咪就係幫屋企睇住間事多。1個月搵唔到幾千蚊。佢講呢番說話嗰陣，把聲好大，好似同所有人宣布：睇下佢屋企就係咁，佢只不過係個士多老闆娘個女，冇乜咁巴閉。我冇反駁，因為黃浩唔知道嘅係，佢屋企嗰間所謂家族企業，舊年嘅營業額仲不及我手上一間子公司嘅零頭。甜品送上嚟啦，倒扣蘋果撻配雲呢拿雪糕。焦糖色嘅蘋果片一層層鋪喺酥皮上面，
上面放住一個圓碌碌嘅雪糕球。呢個甜品睇落唔錯。黃浩終於揾到一個安全話題。林溪，你試下。佢講呢句嗰陣，語氣難得溫和，好似令緊細路咁。我切咗一小塊放入口，甜度啱啱好，焦糖嘅苦味同蘋果嘅酸甜平衡得唔錯，酥皮亦都夠脆，好食。黃浩鬆咗一口氣，亦都跟住切咗一塊。之後佢做咗一個令我差啲忍唔住笑嘅動作，佢將雪糕同蘋果撻分開食。喺法國餐禮儀入邊，導購蘋果撻嘅正確食法係將雪糕同撻一齊切，一啖食落去，享受冷熱交融嘅口感。分開食就等於將呢道菜嘅精髓斬走一半。周明有樣學樣，亦都跟住分開食。劉海望咗望黃浩，又望咗望我，猶豫咗一下，揀咗同黃浩一樣嘅食法。只有大鵬，佢用叉同時插起一塊蘋果撻同少少雪糕一齊放入口，之後合埋對眼，發出一聲滿足嘅嘆息。黃浩冇留意到大鵬嘅動作，但周明留意到。周明嘅眼神喺嗰一瞬間變咗，佢開始慌啦。唔係因為大鵬嘅食法唔啱，而係因為大鵬嘅食法太啱。一個平時最唔起眼嘅人，突然展現出比大佬更加識行嘅細節。呢個代表咩？代表你以為係大佬嗰個人，可能根本唔係大佬。9:28，皮埃爾終於由廚房行咗出嚟，佢托住一個小托盤，上面放住一張黑色卡片，筆直咁向我哋呢台行過嚟。黃先生，佢將張卡遞俾佢，呢張係你今晚嘅賬單，請問碌卡定係俾現金？黃浩接過張卡，塊面一瞬間白晒，上面嘅數字係23,800。點解咁貴？佢把聲即刻提高咗8度。我哋點嗰啲餸冇咁貴噶，你哋點嘅酒水佔咗大部分。皮埃爾指咗指台上面啲酒樽。呢支2015年迪金酒莊嘅蘇袋甜白酒，單價12,000蚊。另外，你朋友送嗰支紅酒都要由你埋單，因為嗰位陳女士話佢今晚唔記得帶銀包。黃浩塊面由白變紫，佢送嘅酒憑咩要我埋單？根據餐廳規定，送贈嘅酒水如果俾客人開咗嚟飲，就當係接受咗贈與，需要支付相應費用。你呢支紅酒已經開咗，而且皮埃爾望咗一眼，已經飲咗大半支。周明手入邊把叉跌咗落地，劉海掩住個嘴，大鵬合埋咗對眼，而我就由手袋入邊拎出一張黑卡，放喺台上推向皮埃爾，用我張卡。黃浩挨住咗，所有人都挨住咗。皮埃爾望住嗰張黑卡，嘴角我抹笑意，終於忍唔住，佢彎低身，用只有我先聽得到嘅聲音講咗句法文：夫人，你真係太可怕啦！我笑咗笑，用同樣細嘅聲音用法文覆咗一句：呢個只係啱啱開始。嗰張黑卡放喺白色台布上面，好似一滴墨水跌咗落雪地，所有人都死盯住佢。周明個下巴差啲跌到台面，劉海對眼駁到大過酒杯，大鵬睜開一隻眼又合埋，好似想確認自己係咪發緊夢。黃浩只係手停喺半空，手指僵晒，好似一尊雕像。呢張係咩卡？周明第一個開口，把聲都飄晒，冇人答佢，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呢張係咩卡，只係唔敢相信佢會出現喺呢度，出現喺一個鄉下士多老闆娘個女手入邊。邀請制，冇信用額上限，不過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你首先要有資格先攞得到呢張卡。林溪，黃浩把聲繃緊，你呢張卡邊度嚟㗎？我拎起酒杯飲咗一啖，金色酒液喺燈光下閃住光，屋企俾嘅。你屋企唔係開士多嘅咩？黃浩把聲突然提高，引到隔籬台啲人望過嚟。我放低酒杯，望住佢對眼，
我幾時講過我屋企開士多？王浩唏住咗，佢冇講過。準確啲講，係佢自己想象出嚟。3年前相睇嗰陣，我只係講過屋企做啲小生意，佢就自己當咗係開士多。結婚3年，佢從來冇問過我屋企究竟做咩生意，因為佢根本唔在乎。喺佢眼中，一個鄉下女人可以有咩背景？呢個就係王浩最大嘅問題。佢從來唔會睇自己唔想睇到嘅嘢。阿嫂，周明吞咗啖口水，你屋企究竟做咩㗎？食品又係呢2個字，但係今次呢2個字嘅分量已經唔同咗。周明個腦飛快啖轉，食品、黑卡，識法文，識點酒，知道點食法國菜，呢啲碎片喺佢腦入邊互相碰撞再拼埋，砌出一幅令佢背脊發涼嘅畫面。阿嫂，周明把聲震晒，你唔會係嗰間林氏食品嘅林啊？我冇出聲，只係拎起酒杯又飲咗一啖。沉默就係最好嘅答案。周明塊面完全白晒。林氏食品，華東地區最大嘅食品供應鏈集團，旗下有3間上市公司，代理超過50個國際食品品牌。而王浩就喺佢哋面前吹咗3年水，話自己養住呢個女人，冇可能。王浩擰住頭，把聲沙晒，你呃我，你根本就係呃我。佢由座位企起身，把聲越嚟越大。你喺邊度整張假卡返嚟？係咪上網買㗎？林溪，我警告你，用假卡係犯法㗎。黃先生，皮埃爾把聲由旁邊傳過嚟，冷靜到好似一盆冰水。呢張卡係真嘅，我頭先已經驗證過，持卡人姓名林溪，身份驗證通過。王浩好似俾人抽乾晒力氣，一屁股坐翻落張凳。餐廳入面靜到連冷氣吹風聲都聽得到。隔離台啲客偷偷望住我哋，侍應捧住碟企喺通道，唔知應唔應該行過嚟。琴師隻手懸喺琴鍵上面，連撳落去都唔記得。阿嫂，周明把聲帶住喊腔，你之前點解唔講？你哋都冇問過。我放低酒杯，語氣平淡到好似講緊今日天氣唔錯。呢句說話好似一把刀插入在座每一個人心入邊。佢哋冇問過。3年嚟，冇一個人問過林溪做咩，屋企又係做咩。喺佢哋認知入邊，一個由鄉下嚟嘅女人嫁俾王浩就係高攀，就應該感恩戴德，就應該夾住條尾做人。佢哋唔需要知道我係邊個，因為佢哋從來冇當我係一個人。王浩自手震緊，佢拎起嗰支紅酒，俾自己斟到滿滿一杯，一口氣灌晒落肚。林溪，你點解要呃我？我呃你啲咩？你呃我？你話你係鄉下人，我係鄉下人，我喺鄉下出世，喺鄉下長大，我爸媽到而家都仲住喺鄉下。呢一點我冇呃你，你呃我話你屋企開士多，嗰句係你講嘅，我從來冇承認過。王浩即刻語塞，佢駁咗駁個嘴，想講啲咩，但最後一句都講唔出，因為我講嘅全部都係事實。3年啦，佢從來冇問過我屋企究竟做咩。佢喺我身上貼咗個鄉下士多嘅標籤，之後就再冇睇過標籤下面究竟係咩。阿嫂，周明捱過嚟，將把聲壓到好低。你同浩哥結婚嗰陣，你屋企人知唔知道？知道。佢哋冇講啲咩？佢哋話我停咗停。望住王浩，你揀嘅人你自己負責。王浩塊面抽搐咗一下，呢句說話背後嘅意思實在太多。屋企人唔同意，但冇阻止，即係林溪係下嫁，係賭緊一個可能。而家王浩就用實際行動證明咗佢唔值得。阿嫂，周明把聲壓得更低，你究竟貪浩哥啲咩呀？呢個問題問得好冇禮貌，
但係在場每一個人都想知道答案。我放低酒杯，望住窗外燈火通明嘅城市，貪佢真誠。成張台即刻沉默晒。真誠，一樣喺黃浩身上最唔存在嘅品質，竟然成為林溪嫁俾佢唯一嘅理由。黃浩雙膊冧咗落去，好似一座俾人掏空嘅山。佢望住我，眼神入邊第一次出現咗一樣我從未見過嘅嘢，唔係驚我，而係驚佢自己，驚自己3年嚟每一個選擇，每一句說話，每一次羞辱，都一路將佢推向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林溪，佢把聲震緊，你係故意㗎，係咪？你今日嚟就係故意㗎，係咪？我望住佢，冇回答。你一早就知道我會帶你嚟呢間餐廳，你一早就知道我會叫周明佢哋嚟，你乜都計好晒。黃浩把聲越嚟越尖銳，你就係嚟睇我出醜㗎。黃浩，我開口把聲唔大，但每一個字都好似釘一樣釘入佢耳仔。係你叫我嚟食法國菜，係你叫你班兄弟嚟睇我出醜，餐牌係你揀嘅，餐廳係你訂嘅，連我着乜都係你指定㗎。我停咗停，望住佢，我乜都冇做，我只係食咗一餐飯。呢句說話好似一巴掌，狠狠刮喺黃浩塊面度。乜都冇做，只係食咗一餐飯。但係呢餐飯令佢所有偽裝都碎到成地都係。周明喺旁邊已經徹底慌晒，開始執自己啲嘢。嗰個浩哥、阿嫂，我突然醒起，我仲有啲事，我走先啦。坐低，黃浩把聲低沉到好似野獸咆哮咁。周明成個人僵住，手入面拎住車匙，唔知應該擺翻低定係繼續向外行。我叫你坐低，周明慢慢坐翻低。劉海對膝頭喺台底不停咁震，震到張台都喐緊。大鵬撥開咗對眼，望住眼前一切。眼神平靜到好似一潭死水咁。之後佢開口啦：阿嫂，嗰支12000嘅酒，你係特登嗌嘅，係咪？所有人嘅目光都轉向大鵬。我望住呢個平時最唔起眼嘅男人，突然有啲欣賞佢。佢係成班兄弟入面唯一一個仲試緊搞清楚真相嘅人，你覺得呢？大鵬沉默咗3秒，之後點咗點頭。我明白啦，佢冇講明自己明白咗啲乜，但係嗰個眼神話俾我知，佢已經睇清楚今晚嘅局勢。呢個唔係一餐飯，呢個係一場審判。黃浩係被告，班兄弟係證人，係你一直唔講。黃浩突然開口，把聲入邊帶住最後嗰份倔強。你3年都唔講，今日突然講，你唔係特登，邊個先係特登？我講過，你幾時講過？3年前相睇嗰日，你問我做咩？我話幫屋企打理一啲生意。你話哦。我停咗停，之後你開始講自己喺外國留學嘅經歷，講咗40分鐘。你之後冇再問過我。黃浩駁咗駁個口，又合翻埋。佢諗翻起啦，3年前相睇嗰日，佢的確問過，林溪亦都的確答過。佢覺得做生意唔係咩體面嘅事，所以冇再追問，反而開始講自己喺法國留學嘅光輝歷史。佢講咗40分鐘，林溪聽咗40分鐘，聽完笑住講咗句：你都幾犀利。佢以為嗰種係崇拜，而家佢先明白嗰個唔係崇拜，嗰個係一個廚師聽住一個細路吹水，話自己食過幾多間米芝蓮。因為真正識行嘅人，從來都唔需要證明自己識行。黃浩，我拎起台上面支酒，幫佢倒咗一杯紅酒。你喺法國留過學，係咪？黃浩嘅表情僵住。你喺法國嗰陣食過法國菜嗎？食過。咁你知唔知道食布雷斯雞嗰陣正確應該配咩酒？黃浩沉默咗。你知唔知道
鵝肝醬同香煎鵝肝有咩分別？更加深嘅沉默。你知唔知道點解蘇袋甜白適合配鵝肝？黃浩塊面脹到好似豬腩咁，我放低支酒，望住佢。你喺法國留咗2年，連呢啲都唔知。之後你帶一個鄉下女人嚟食法國菜，想睇佢出醜。我笑咗。黃浩，你唔覺得好笑咩？呢句說話覺到黃浩成個人都震緊。周明已經唔敢望黃浩，大鵬駁大眼望住黃浩，眼神入邊帶住一種奇怪嘅嘢，同情，因為佢都睇出嚟啦，黃浩根本冇喺法國留過學，又或者話佢去過法國，但唔係留學，佢喺一間不知名語言學校留咗2年，連法文都冇學識，就返國吹噓自己係海歸精英，佢識嗰啲法國菜。知識全部都係上網揾返嚟，佢嗌嗰啲酒全部都係照住個貴字嚟嗌，根本冇睇配搭。佢帶我嚟食法國菜，係因為佢以為我比佢更加唔識嗰個黃浩。我拎起酒杯望住佢，你當年喺法國到底學咗啲乜？黃浩嘴唇震緊，我問緊你嘢，我把聲依然平靜。但係每一個字都好似錘仔咁抌落佢個心度。我讀商科，佢把聲細到好似蚊聲咁。邊間學校？佢講咗一間學校嘅名，巴黎冇呢間學院。我話我查過啦。黃浩塊面徹底白晒。3年啦，佢殺咗一個彌天大謊。佢嗰個海歸精英身份，就係一座用當話堆砌出嚟嘅空中樓閣。佢從來冇攞過任何法國學位，佢只喺巴黎留咗2年，打散工過日子，之後返國作咗一個留學故事。呢個故事呃咗所有人，呃咗父母，呃咗兄弟，亦都呃咗我。但係佢唔知道，我由一開始就知，因為佢作出嚟嗰間學校個名係一間根本唔存在嘅機構。而我喺巴黎留咗4年，你查過我？黃浩把聲震晒，結婚之前就查過。我話，但我最後都係嫁咗俾你，你知唔知點解？黃浩點頭，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講咗一個大話，可能只係因為佢太想俾人睇得起。我放低酒杯望住佢，我覺得如果俾佢一個機會，一個家，佢可能就唔需要再講大話。我望住佢對眼，但你令我失望啦。呢句說話講得好輕，但每一個字都好似一記重錘抌喺黃浩心口。佢眼眶紅咗，唔係因為感動，係因為羞愧。一個永遠都講緊大話嘅人，最驚嘅唔係大話俾人拆穿，而係有人喺佢講大話之前已經知道真相，卻選擇俾佢一個機會，而佢自己親手將呢個機會毀咗。周明喺旁邊已經開始抹眼淚，唔係為黃浩喊，係為自己喊，因為佢亦都係一個講大話嘅人。佢嘅建材生意，佢嘅名車，佢朋友圈嘅定位，全部都係假。佢係成班兄弟入邊最虛嗰個，所以亦都係最驚嗰個。阿嫂，你唔好再講啦。周明吸咗吸鼻，點解？因為我哋頂唔順。呢句說話一出口，周明自己都愣住。佢講嘅唔係我頂唔順，係我哋，因為佢哋全部都知道黃浩嘅大話只係冰山一角。佢哋每一個人都用住各式各樣嘅大話維持自己喺呢個圈入邊嘅位置。黃浩一拎，佢哋亦都跟住諗。我食飽啦，我企起身拎起手袋，多謝黃先生今晚請食飯。黃先生唔係老公，唔係黃浩，係黃先生。呢3個字比任何指責都更加殘忍，因為我用最得體嘅方式劃清咗我同佢之間嘅界線。臨溪，黃浩企咗起身，伸手想拉我，我退後一步。黃先生，請你自重。
皮埃爾唔知幾時出現喺我身後，手入面拎住一支香檳。女士，呢份係我哋餐廳送俾你嘅禮物，慶祝你終於肯俾我哋知道你係邊個。佢講呢句說話嗰陣，望咗王浩一眼，嗰個眼神寫住兩個字：抵死。我接過個袋，轉身行向餐廳門口，身後傳嚟王浩把聲：林溪，林溪，你企住！我冇回頭。行到升降機口嗰陣，皮埃爾追咗出嚟，壓低把聲，語氣入邊帶住忍唔住嘅興奮：你頭先真係太精彩啦，仲未完。我撳低升降機掣，望住樓層數字一路向下跳，將王浩嗰台張單影相發俾我，已經發咗。升降機門碌上，鏡入面嘅女人嘴角終於露出今日第一個真正嘅笑容。升降機去到地下停車場，小楊架車停喺升降機口正對面，死火燈啪啪噠閃住。佢着住一件闊身衛衣，頭髮隨便紮咗個丸子頭，腳上着住一對拖鞋，明顯係收到消息就由屋企衝出嚟，連鞋都未趕得切換。你冇事啦嘛？王浩有冇為難你？佢三步當兩步衝過嚟，我冇事。小楊望住我，眼圈突然紅咗。你呃人，你每次講我冇事嗰陣，其實都係有事。我呆咗一下，跟住笑咗。今次真係冇事。架車駛上地面，城市嘅霓虹燈由車窗外面流過。我挨住椅背，將今晚嘅事慢慢講咗一次。小楊一路聽，個嘴就冇合埋過。姐，你真係夠狠，我只係食咗餐飯，你呢句先至係最狠，好唔好？小楊拍咗一下軚盤，我要係個男人，聽到呢句都可以當場死俾你睇。我笑咗，姐，咁你之後打算點做？離婚啊？我望住窗外啲街燈，一盞一盞向後退。3年前嫁俾王浩係屋企人嘅意思，亦都係我自己嘅選擇。我需要一個正常已婚女人嘅身份，掩飾我喺集團入邊嘅真正位置。而王浩屋企喺當地不上不下嘅地位，啱啱好合適。但而家呢個身份已經冇需要，因為我喺集團嘅位置已經去到唔使再掩飾嘅程度。諗好咗，我話不過冇諗過會咁快。我原本以為仲要等多1-2年，係王浩自己將機會送到我面前。小楊沉默咗一陣，姐，你知唔知道？你有時真係幾得人驚，你乜都諗好晒，但乜都唔講，好似捉棋咁。你已經行咗10步，人哋淨係睇到1步。我望住窗外嘅夜色，冇回答。姐，嗰個陳靜，你打算點處理？佢唔需要我處理，李明會處理佢。所以你同李明對望嗰一眼，我乜都冇同佢講。我打斷佢，李明係聰明人。聰明人唔使人哋話俾佢知應該點做。駕車轉入一條小路，兩邊都係舊式屋苑，街燈昏黃。姐，你唔返王浩屋企啦係咪？唔返，咁去邊度？返我自己屋企。駕車駛上高架路。姐，我一直都想問你一個問題，你當初點解會揀王浩？我沉默咗好耐。來到小楊以為我冇聽到，因為佢令我諗起一個人。邊個？我阿爸。小楊自手震咗一下，軚盤擺咗擺，又揾返。我阿爸後生嗰陣都係一個滿口大話嘅人。我講得好輕聲，佢同我媽講會帶佢去大城市，結果就帶咗佢去一條連自來水都冇嘅村。佢同我阿媽講有屋，結果只係一個用竹同膠布搭出嚟嘅棚。小楊冇出聲，我阿媽忍咗20年。20年之後，我阿爸終於冇再講大話，唔係因為佢變好咗，而係因為佢發現講大話都冇用。我阿媽已經乜都唔信。我望住窗外嘅夜空，我以為王浩會唔同，
結果呢？結果佢都係一樣。姐，你阿媽後來點啊？後來啊，我笑咗笑。後來佢做咗林氏食品嘅董事長。小楊都抽咗一口氣。你阿媽就係林董事長，咁你阿爸？我阿爸而家喺鄉下種菜，佢話種菜開心過做生意，駕車駛到我屋企樓下。唔係我嫁俾黃浩之後住嗰間分房，係我自己間屋，喺城西一個新屋苑，唔算大，120平方米，不過裝修係我中意嘅風格。我開門入屋冇開燈，月光由落地玻璃窗照入嚟，將客廳照到半明半暗。梳化、茶几、書架，所有嘢都同我離開之前一模一樣。上次嚟呢度係2個月前，我一個人坐喺度飲咗杯茶，跟住接到黃浩個電話，佢話周末我阿媽會嚟，你返嚟煮餐飯。我將香檳放入雪櫃，跟住打開手機，見到皮埃爾發嚟嘅相，黃浩嗰台賬單23,800，仲有一張唔知幾時偷拍嘅黃浩，塊面慘白，對眼紅晒，好似一條俾人掟上岸嘅魚。我望住張相，望咗好耐，之後打開另一個微信，頭像係一朵花嘅賬號。朋友圈只有一條內容，就係今晚發嗰張酒杯相，下面嘅留言已經有40幾條。林董，你喺邊度？林董，呢間餐廳我識，使唔使安排？林董，下星期嘅董事會你會唔會出席？我一個都冇覆，將手機放喺茶几上，瞓落梳化。我諗起阿媽講過嘅說話。女啊，人可以揀錯一次，但唔可以揀錯一世。我博大對眼，拎起手機發咗條信息俾小楊，幫我約個律師，聽日。小楊即刻覆：姐，你終於諗通啦。第二朝7點，我俾小楊個電話震醒：姐，你快啲睇朋友圈，黃浩發咗朋友圈。我打開微信，黃浩嘅朋友圈。凌晨3點發嘅9張相，全部係琴晚喺法國餐廳影嘅菜式、酒樽、窗外夜景，仲有一張我嘅側面相。配文寫住結婚3週年，帶老婆食法國菜，老婆好滿意，我都好開心。多謝兄弟們陪伴，3週年快樂。我睇咗3次，確認自己冇睇錯。凌晨3點，佢發咗呢條朋友圈，唔係道歉，唔係解釋，而係繼續做戲。佢揀咗最好睇嘅相，寫咗最得體嘅文案，想將琴晚發生嘅一切包裝成一個幸福嘅結婚紀念日。呢個就係黃浩，永遠都喺做戲，永遠都喺講大話，永遠都唔敢面對真相。我向下掃，見到啲留言：周明。浩哥阿嫂幸福，劉海3週年快樂。浩哥大鵬冇留言，只係俾咗個讚。李明冇留言，亦都冇俾讚。陳靜留咗一句：哎呀，好甜啊！3週年快樂，親愛嘅隊。我望住呢條留言，嘴角微微揚起。陳靜呢個女人，永遠都唔知道幾時應該收聲。9點20分，我去到律師事務所，方律師已經喺度等緊。40幾歲嘅女人，短頭髮，戴住金絲眼鏡，講嘢語速好快，但每一句都直中要害。林女士，你係想離婚，係咪？財產方面有乜嘢要求？婚前財產各自擁有，婚後財產依法分割。我話，但我需要你幫我做一件事。查清楚黃浩屋企間公司真正嘅財務狀況。你係懷疑，唔係懷疑，係肯定。我話佢屋企對外聲稱公司每年利潤過1000萬，但實際上已經連續蝕咗2年，一直靠借貸同拆值資金維持表面風光。方律師望咗我一眼，眼神入邊多咗一樣嘢，欣賞。林女士，你做咗好多資料搜集，3年啦，點都要做翻啲嘢。
咁你打算協議離婚定係訴訟離婚？協議，我唔想上庭，但以黃浩嘅性格，佢可能唔會同意。我笑咗笑，佢會同意㗎。由律師事務所出嚟，我坐入車入面去公司。小楊愣咗一下，你今日要去公司，你唔係話要低調咩？已經唔需要再低調。我話經過尋晚之後，黃浩一定會周圍打聽我嘅背景，與其俾佢周圍打聽，不如俾佢自己親眼睇到。臨時食品嘅辦公大樓喺核心商業區，成棟38層高，外牆全部都係深藍色玻璃幕牆，喺陽光下面閃住冷光。升降機門一打開，前台個後生女見到我愣咗一下，之後突然企起身，林總，你嚟咗，叫晒各部門負責人過嚟，10點開會，10點正。會議室入面坐滿晒人，所有部門嘅負責人都到齊。佢哋見到我嗰陣，表情各有唔同，有啲驚喜，有啲緊張，有啲好奇。好耐冇見，我坐喺主位，望咗四周一眼。最近點啊？市場部總監第一個開口：林總，華東區嘅新產品鋪貨已經完成。但競爭對手最近打緊價格戰，我哋嘅市場佔有率俾人壓低咗3個百分點。競爭對手係邊間？昊天食品。我聽到呢個名，嘴角微微揚起。昊天食品，黃浩屋企間公司，我知道啦。我話供應商嗰邊有咩問題？有幾間喺度追訴，話付款期限已經到咗，今日安排付款。我話。另外，重新審核昊天食品嘅供應商資格。會議室入邊靜咗一瞬。昊天食品係臨時食品其中一間供應商，供貨金額唔算大，但已經合作咗2年幾。所有人都知道嗰間係我夫家嘅公司，所以一直都冇人喐佢。但係而家係我親自開口。林總，供應鏈總監小心翼翼咁問：審核標準係？標準就係標準。我話達到標準就繼續合作，達唔到就換人。所有人都低低頭，冇人敢再問。散會嗰陣，小楊湊過嚟：家姐，你頭先嗰句說話等於正式宣戰。我知道你唔驚黃浩屋企揾上門，驚咩？我暈咗部電腦，佢哋欠我哋嘅貨款比我哋欠佢哋嘅多3倍，真係要反面，蝕底嘅係佢哋。下晝2點，黃浩打電話嚟，你喺邊？佢把聲沙啞，好似飲咗成晚酒咁。公司？咩公司？臨時食品。電話另一邊沉默咗5秒。臨時食品係你屋企嘅，又係5秒沉默。你點解唔話俾我知？你冇問過。黃浩深深吸咗一口氣，好似努力控制緊情緒。你而家返嚟，我哋傾下。我夜晚有會要開。林溪，佢把聲突然提高。你係我老婆，你點解唔返屋企？我拎住電話聽佢咆哮，等佢嗌完先開口。黃浩，你尋晚出嗰條朋友圈嗰陣，有冇諗過一個問題？你係真係想同我過結婚3週年，定係只係想做俾其他人睇？電話另一邊又沉默咗。之後嗰3日，黃浩嘅孤島開始慢慢形成。第一日，佢屋企間公司收到通知，臨時食品要重新審核所有供應商資格。消息傳開之後，佢上下游嘅合作夥伴開始觀望，唔敢再俾佢理數數。第2日，佢個朋友圈開始變味。以前幫佢讚好嗰班兄弟，開始淨係讚好唔留言，之後連讚好都冇埋。陳靜嗰句好甜啊，俾人推到最底，冇人覆佢。第3日，周明退出咗班兄弟嘅微信群組。小楊俾我睇截圖，周明最後發嗰句信息係：浩哥，對唔住，我頂唔順啦。之後佢退咗群組，劉海跟住亦都退咗。大鵬冇出聲。第
但將群組個名改成咗空殼。李明從來冇喺群組講過嘢，但佢做咗一件事，佢向陳靜發出最後通牒，以後唔准再同王浩有任何聯絡。陳靜喺朋友圈發咗一句，有啲人話反面就反面，真係睇錯人。冇人問佢講嘅，有啲人係邊個？因為所有人都知道，第4晚王浩打咗個電話俾我，今次佢冇咆哮，冇質問，語氣平靜到令我意外。林溪，你贏咗？贏咩？你整到我班兄弟全部冇晒，連我盤生意都冇埋，你仲想點？我靠喺梳化上，王浩，你班兄弟係你自己整走嘅，你盤生意亦都係你自己做垮嘅，同我有咩關係？王浩沉默咗好耐，你真係要離婚，一啲商量餘地都冇？冇。佢長長呼咗一口氣，好似將全身所有力氣都呼埋出嚟。好，聽朝民政局見。我收咗線，將手機放喺茶几上。窗外起咗風，樹葉沙沙作響。秋天就快嚟，空氣入面多咗一種乾燥清冽嘅氣味。3年啦，終於完咗，但唔知點解，我並冇想象中嗰種如釋重負。心入邊有一個空空落落嘅窿，唔算大，但啱啱好裝得落3年嘅委屈。手機又震咗一下。小楊，家姐，你仲好嗎？我覆咗一個字，好。小楊，人。我望住呢2個字笑咗。小楊實在太了解我。我由雪櫃拎出嗰支香檳，幫自己倒咗一杯，拎住酒杯行到露台。今晚啲星星比尋晚多。民政局門口，王浩早過我到。佢着住一套深灰色西裝，頭髮搽咗髮泥，睇落好似準備去參加商務會議，而唔係嚟辦離婚手續。呢個男人去到最後一刻都仲喺度演嘅仍然係一個體面人。佢見到我第一個反應唔係打招呼，而係望向我身後，睇下我揸咩車嚟。我今日冇揸自己嘅車，冇必要喺最後關頭再刺激佢一次。嚟了，佢把聲沙啞，帶住一種刻意嘅隨意入去啦。大堂入面人唔多，幾對後生情侶坐喺長凳等緊領證，面上帶住新婚嗰種甜蜜同緊張。喺佢哋眼中，我同王浩大概都係嚟領證。工作人員係一個40幾歲嘅大姐，佢睇咗一眼我哋啲資料，又再望咗王浩一眼，開口問咗一句：諗清楚未？諗清楚啦。我話王浩冇出聲，只係點咗點頭。大姐嘆咗口氣，開始辦手續。成個過程由頭到尾唔使20分鐘，簽名、打手指模、蓋印。每一個步驟都好似一套設定好嘅程序咁精準到完全冇一絲情緒。喺離婚原因嗰欄，我寫咗感情破裂。王浩睇咗一眼，乜都冇講，跟住簽咗。攞到嗰本紅色證件嗰陣，王浩突然開口：林溪，你當初嫁俾我，究竟係咪真心嘅？我望住佢。陽光由窗戶外面照入嚟，落喺佢塊面，將佢嘅黑眼圈同眼袋照得清清楚楚。佢瘦咗，先至短短幾日時間，兩邊面頰已經明顯凹咗落去，下巴仲有啲未剃乾淨嘅鬚根。佢冇再做戲，至少喺呢一刻，佢冇再做戲。我冇回答佢頭先嗰個問題，因為個答案實在太複雜。複雜到唔係一句係或者唔係可以講得清楚。王浩，我話保重。我轉個身，頭亦不回淡走咗。行出民政局大門嗰陣，陽光好刺眼。我眯住對眼，見到小楊架車停喺馬路對面，佢成個人伏喺軚盤上面，隔住擋風玻璃向我揮手。我笑咗笑，行過去坐入車。小楊第一句就係：姐，你喊過，
我呆咗一下，伸手摸咗摸自己塊面，係乾嘅。冇啊，你對眼紅咗，俾太陽刺親。小楊冇再追問落去，直接開咗車。去邊？公司。辦完離婚手續之後嘅第3日，黃浩屋企間公司出事，唔係臨時食品出手，係佢哋自己啲債主。周明發信息嚟，阿嫂，浩哥間公司俾法院查封咗，欠供應商1000幾萬蚊，仲有銀行貸款還唔到。我放低手機，若無其事膽繼續開會。董事會完咗之後，小楊跟住我入辦公室。姐，你唔去睇下？睇咩？睇下黃浩而家變成點啊？唔想睇。小楊欲言又止，最後都係忍唔住。姐，你唔覺得解氣咩？佢以前咁樣對你，而家終於衰咗，你唔開心咩？我坐喺辦公室張凳度望住窗外。我同佢離咗婚，佢嘅事同我冇關。我停咗停，開心定唔開心都同我冇關。當晚皮埃爾打電話俾我，餐廳翻咗一批新酒，想請你過嚟試酒。夜晚8點，我換咗條簡單嘅黑色連身裙，揸車去咗8月。酒窖唔大，恒溫恒濕，兩邊酒架擺滿嚟自世界各地嘅酒，中間有張細台，上面放住酒杯同一支已經醒好嘅紅酒。呢支係新翻嘅勃艮第，嚟試下。我坐低拎起酒杯，先睇顏色，再聞香氣，最後抿咗一啖，單寧有啲重，再放2年會更好。皮埃爾點頭，我都係咁講，但老闆硬係要而家賣。我哋足足傾咗半個鐘，傾酒傾菜，亦傾巴黎嘅舊事。皮埃爾講到興起，開始講佢喺巴黎開鋪嗰陣遇過嘅騎呢客人，講到激動，仲會手舞足蹈。我笑咗出聲，呢個係我呢幾日以嚟第一次真正由心笑出嚟。夫人，皮埃爾突然正經起嚟，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後唔後悔嫁俾嗰個男人？我放低酒杯，諗咗好耐，唔後悔。點解？因為冇嗰段經歷，我就唔會知道自己唔要啲咩。皮埃爾望住我，沉默咗幾秒，跟住舉起酒杯敬你，敬一個知道自己唔要啲咩嘅女人。飲完酒，皮埃爾送我出餐廳，行到門口嗰陣，佢突然拉住我，夫人，你睇。我順住佢目光望過去，餐廳角落坐住一個人，黃浩。佢一個人照住件皺巴巴嘅恤衫，面前放住一杯水，冇叫嘢食。佢低住頭，成個人縮成一團，匿喺張凳入邊，好似一隻俾雨淋濕嘅貓。佢幾時嚟㗎？半個鐘前，一直坐喺嗰度，乜都冇點。侍應問佢，佢都唔理。我望住黃浩，心入邊一下子翻湧起一種點都講唔清嘅感覺，唔係同情，唔係痛快，而係一種好複雜，介乎陌生同熟悉之間嘅感覺。夫人，你要唔要過去？我諗咗諗，唔使啦。我轉身走咗，行咗幾步，身後傳嚟一把聲：林溪。我停低，冇回頭。林溪，你可唔可以回頭望我一眼？黃浩把聲沙到幾乎聽唔清，我始終都冇轉身。黃浩，你已經唔係我老公，你唔需要我回頭。我繼續向前行，入咗升降機。升降機門合上嗰刻，我見到黃浩由餐廳衝出嚟，企喺走廊盡頭望住我。佢把口喐緊，但我聽唔到佢講咩。升降機門合埋，3個月後，冬天嘅陽光照入嚟，落喺廚房啲白瓷磚上面，將成間屋照得又光猛又暖。我企喺爐頭前，煲入面燉住排骨湯，咕嘟咕嘟打冒泡。蔥薑味混住肉香喺空氣入面慢慢散開，將呢間120平方米大嘅屋填得滿滿。門鐘響咗，
小楊企喺門口，手入邊拎住兩大袋嘢，一袋係生果，另一袋係零食。佢頭髮染咗綠色，紮住高馬尾，着住一件鮮黃色羽絨褸，喺冬天灰白色調入面搶眼到好似一盞燈。姐，我帶咗好嘢俾你。佢逼入門，換鞋熟練過我，直接將成袋零食倒落茶几，嘩啦啦，辣條、薯片、瓜子、山楂糕滾到成台都係。你又買辣條？我笑咗。你唔係鍾意食嗎？上次你話超市嗰啲太甜，我特登上網搵㗎。你試下，我接過一條，咬咗一啖，辣味先衝上嚟，跟住係麻，最後一點甜喺舌尖慢慢化開，好食，梗係啦。我搵咗3間鋪先搵到。小楊得戚啖翹住腳，成個人縮入梳化，好似一隻曬夠太陽嘅貓。姐，你估我今日喺商場撞到邊個？周明，我手上動作停咗一下，跟住繼續抹爐頭。佢點啊？瘦咗成個馬，我爭啲認唔出。小楊一路講一路食薯片。佢而家送外賣，每日10幾個鐘，比以前做建材嗰陣辛苦得多。但佢話個心踏實，我冇出聲。佢仲話黃浩去咗南方，好似喺某間工廠打工，實際喺邊佢都唔清楚。嗰個兄弟幫亦都徹底散晒，大家各行各路。我應咗一聲，語氣平淡到好似聽緊一個同自己無關嘅故事，亦的確同我冇關。姐，我問你樣嘢，小楊突然湊過嚟，你有冇諗過，如果當初你冇嫁俾黃浩，你而家會係點？我挨住廚房門框諗咗諗，可能會早啲接手公司，亦可能唔會，可能會遇到另一個人，亦可能唔會。我停咗停，但如果冇嗰3年，我可能到而家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忍到咩程度，忍到咩程度，忍到冇得再忍。我笑咗，跟住就乜都唔使再忍。小楊望住我，眼神入邊有心痛，亦都有敬佩。姐，你真係變咗，邊度變咗？以前你講嘢永遠溫溫柔柔，乜都吞落肚。而家你都係溫溫柔柔，但你知道幾時應該吞，幾時應該吐翻出嚟。下晝2點，小楊走咗，屋入邊又靜翻。我將排骨湯裝出嚟，端到飯台上面，一個人坐低慢慢飲。燉咗3個鐘，啲骨都酥晒，骨髓融入湯入邊，飲落又濃又香。窗外陽光慢慢向西斜，由白色慢慢變成金色。我捧住隻碗，望住光柱入邊飛舞嘅細小塵埃，突然諗起一幅好耐以前嘅畫面。細個喺鄉下，夏天黃昏，我阿媽都係咁樣，一個人靜靜坐喺飯台前飲湯。我阿爸出面應酬，好夜先返。阿媽飲完湯會洗乾淨紙碗，放返入碗櫃，跟住坐喺門口石級，望住村口嗰條馬路，一個人發呆。嗰陣我唔明佢等緊咩，而家我明啦，佢等緊一個唔會返嚟嘅人。但係佢冇等一世，佢而家過得好好，比我更好。下晝我落樓喺屋苑行咗陣，銀杏葉全部黃晒，風一吹就嘩啦啦啖跌落嚟，鋪到成地金黃色。一個細路踩住滑板車喺我身邊衝過，後面跟住個跑到上氣唔接下氣嘅婆婆。慢啲慢啲，唔好跌親。個細路頭都唔回，大嗌一聲：婆婆，你嚟追我呀！我企喺路邊望住佢哋跑遠，嘴角不自覺揚咗起嚟，手機震咗一下，係方律師。林女士，黃浩嗰邊啲手續全部辦妥，冇異議。好，多謝方律師，唔使客氣。林女士，我做咗20年離婚律師，你係少有令我覺得呢個女人以後一定會過得好好嘅當事人。收線之後，
我行到屋苑門口間花店，買咗一大束白色嘅洋金菊，返到屋企，夕陽啱啱落喺窗台，將成個客廳染成橙紅色。我將洋金菊插入花樽，放喺飯台，退後2步望咗望，白色花瓣，綠色葉喺橙紅色嘅光線入邊顯得格外安靜。我行入睡房，拉開衣櫃，衣櫃最入邊掛住嗰條深藍色連身裙，黃浩買嗰條300蚊減價貨，連包裝都懶得重新整。我攞出嚟望咗望，布料普通，剪裁尚算可以。跟住我折好佢，放入一個紙袋，聽日捐咗佢。一嚟上衣櫃門嗰陣，我見到鏡入面嘅自己，32歲，離婚，冇小朋友，一個人住喺120平方米嘅屋，聽落好似真係好慘。但係鏡入面個女人笑緊，唔係嗰種刻意應酬禮貌嘅笑，而係由心底湧出嚟，收都收唔住嘅笑。排骨湯仲有1碗，聽朝翻熱做早餐。公司聽日有個非常重要嘅併購會議，要提早準備資料。下星期要去8月試皮埃爾嘅新松露，下個月要去法國參加集團年度董事會，仲有好多事情等住我去做，冇一樣同黃浩有關。我坐喺梳化，拎起一條辣條，咬咗一啖，辣、麻、甜，好食。窗外個天完全黑晒，城市燈光一盞一盞亮起，好似無數粒星星跌咗落地。小楊琴晚問我：姐，你仲信唔信愛情？我嗰陣冇答，而家我諗好答案，信，只係唔再急住要。好嘅嘢值得等，唔係等一個更好嘅人出現，而係等自己真正準備好。女人呢一世最緊要唔係嫁得好，係自己企得穩。企穩咗，邊個都唔敢令你喺飯台上出醜。企穩咗，你連俾人睇你出醜嘅機會都唔會俾。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呢度係醒女褒故，用廣東話講女人清醒、翻身、反擊、惡人埋單嘅爽文故事，重生、打臉、翻身、報應、婚姻反擊，全家火葬場。我哋一樣都唔少。女人醒咗，劇情就爽啦。鍾意就撳個追蹤，我哋下期見。